马上就要举办的亚洲技能竞赛，台湾门汤木工的国手密集咧做训练。过去捌摕到冠军的前辈，特别到台中的训练基地，甲选手加强战力，希望会当再度摕金牌。两位国手伫咧比汤仔门木工的落比赛，国手前辈点点啊伫咧边仔观察，分小型搁欠点的所在。亚洲技能比赛伫咧后一特别比赛。 国手当地训练基地，面面俱俱，加强战力。不要把那个压力带到休息时间，该休息就是好好休息。伫国际比赛得奖的持股手半工来到桃园协助，阁有另外一位资深先派高中高中的罗志明老师，30多年前就成功得到金牌，大家拢来到这分享经验。当时就磨刀就是手指头会流血。 然后洗头发的时候很痛，这样子。受到中国产业冲击，想要做门汤木工的少年囡仔是愈来愈少。国手希望会当含学地继续伫这条路发展，让市场看到台湾门汤有路木工的价值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